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2公视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新增加一个案，墨西哥出境倒转来国民带病入境，迄染着武汉肺炎。香港国家安全法实施了后，侪民众有缘打出来抗争，到站警方已经抓370个人起来查办。交通部统计，到打规模较大的综合旅行社，比到正月已经减20间去了。林佳龙部长是讲，第3波的纾困随着要开始。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临时的记者会说明讲，今日新增加一个对墨西哥出境倒转来的民众带病入境，去染着武汉肺炎，这是国内第448宗病例。这个20几岁的查甫人伫咧墨西哥就有咳嗽发烧，不过对方针对轻症是无要采验，但已经伫咧咱国内住院治疗。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上届新的说明。案448哈，那这个案例的话是一个国人，他在2月初的时候被派到墨西哥去出差工作。7月1号他入境的时候，有主动的告知我们检疫人员哈，他过去14天内曾经有过不舒服哈，所以经过我们的检疫人员安排，在当场采检，也送到我们集中检疫所来隔离。那在这个昨天的采检，在今天结果已经确诊。机上哈是坐在商务舱，所以他接触的乘客其实蛮少的。总共有11位要进行居家隔离。那另外有这个11位的话哈是同班机的这个机组员。那因为其实都有穿戴口罩等等这些防护装备哈，所以我们只是列为需要自主健康管理。来讲，中国针对香港所定迄部国家安全法正式实施了后，同款也是有侪香港民众勇敢打出来抗争。到昨暗10点，警方已经抓将近370人起来，其中10个佫是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的罪名查办。不过，原来有警员去互人压倒抬着伤，犯案的嫌疑犯临出国进前，就伫飞机顶落网了。唔惊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头一天真侪香港人民也起嚟东路湾甲湾仔抗议，防暴警察用水车甲胡椒喷雾等等的方式攻击现场。有记者去互水炮弹着直接跋倒，嘛有民众去互警方压伫涂骹袂顶袂动。到初二暗时10点，警方抓差不多有370个人，其中有10个人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毋过听到即寡人去互抓的代志，真侪香港民眾攏無遐多認同。即係會覺得前路好迷茫嘅，都唔知小朋友點咯。一直要相信國家咯，係我好擔心嘅事。百貨商場內底有野真濟紙，真濟警員的個人資料就安尼去互逼出來，除了民眾受傷，警方的部分冇7個人受傷。有警員去互刀啊，對着倒邊警甲頭是一直流血，啊，閣有警員去互機車弄着。若是迄個舉刀啊，甲警員拄着傷的查甫人，原本要坐初二暗時的國泰航空飛輪機要去英國，結果初二透早佇咧飛輪機面頂，就去互香港警察抓落來。港版國安法開始實施，有香港人已經開始甲人民冊言論抬調，煩惱講會出代誌。但提出香港總裁黃之鋒佇咧人民冊表示，伊袂改名，嘛袂甲文章抬調，因為伊無想要去互審查，嘛無想要自我審查。另外，國安法嘛講到，違反的人會失去選舉甲出任公職的資格，毋過無寫講期限是偌久，意思就是講，若是罪行真嚴重的人，可能一世人攏會失去相關權利。喺香港，如果有刑事定罪嘅話，好似我本人超過3個月嘅話咧，我係不能夠喺5年內參加任何嘅選舉嘅，喺法例上邊係啦。咁但係咧喺而家呢個條文當中咧，就似乎係永久咧都不能夠參選。民主派議員批評講，港版國安法超過香港本地法律甲基本法，真濟項條文的範圍真闊，而且有真濟疑問。實施的頭一天有要400人去互抓，外界嘛煩惱講，這個法令會引起更較大的恐怖效應。記者綜合報道。律師嘛咧警告講，這部香港版的國家安全法內容寫明講，就算唔是香港人，閣佇咧香港以外別所在，若是有違背這部法律，同款也要查辦。就是講台灣人佇咧網絡發聲支持香港，是主張台灣獨立。一旦若去坐到香港界管的專架飛機，甚至講敢若借路經過，佇咧香港地搬飛機那爾，攏有可能互人抓起來問罪。
港版国安法正式开始，民众伫咧台湾的国旗就真有可能违反规定。港版国安法明定的犯罪形态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等等。若是中国坚持一国两制，无认同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就有律师提醒讲，摕中华民国的国旗，都有可能会去互当作想要分裂国家，怎会去互掠起来？今天百日满地红这样子的国旗，以这样的国旗来看的话，它是代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那既然代表了国家的存在，它跟中国就毕竟不是同一个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分裂国家的一个的作为。港独跟声援的他们认为的暴力或者是非法的行为，那这个就会有麻烦。港版国安法实施的头一天，就传出讲有一个查甫人伫咧香港去香港警察抄到有早中华民国国旗，怎去掠起来？虽然香港警察目前还未对外说明。另外，根据港版国安法第36条，民众伫咧香港注册的船或者是航空器顶管犯罪嘛适用。第38条是指出，毋是香港居民，还有伫咧香港以外犯罪，共款嘛适用本法。也就是讲，台湾人外籍人士，就算讲毋是伫咧香港，也是中国以外所在犯法，若是入境香港，或者是坐香港的船甲飞轮机，甚至是伫咧香港专机，只要是去用当作捌有分裂国家的意图，也是激动，都有可能去用掠起来。像如果认为说台湾跟中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或者是新疆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这种状况底下都会被认为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他去年是来台湾见每一个党团的委员啊，那他来，我们当然表达我们对香港的关系一方面我也跟他确认说你们是不是港独，他说不是。律师嘛警告，民众伫咧人面册社群背带，无论是写文还是分享声援港独、挺台独的言论，还有去街路面顶参加声援香港人的集会游行，可能拢会去互中国当作是肉中刺。人若是去香港，风险就真悬。若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香港民主运动者吴志宏捌做伙翕相，外界指讲可能会去互国安法来注意到。江启臣回回，伊确认过吴志宏毋是港独，嘛发声带政府爱有作为来保护台湾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英国的首长和外交首相拢批评讲，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是已经违背1984年两国所签的联合声明内底，中国因香港管理和自由50年无改变迄句话。但英国嘛决定要甲香港未交中国统治进前，就已经摕到英国海外护照迄300万的香港人民申请去带英国的规定，开始放互较宽限咧。港版国安法7月7日正式实施，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等4大罪行，相当会当判终身监禁。英国首相强生表示，港版国安法明显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若是中国继续这种行为，英国政府将会开始修改入境规则，让将近300万名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会当定居英国。We would introduce a new route for those with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status to enter the UK, granting them limited leave to remain with the ability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UK and thereafter to apply for citizenship. 英国原本予有摕 BNO 的人的居留期限是6个月，了后将会放0到5年的有限居留许可，会使伫咧英国食头路也是读册，5年了后就会使申請定居的身份，了後各等12個月就會使申請成做英國公民。It is a clear and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We will honour our commitments to the BNOs, and I'm going to set out further details. Free Hong Kong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able, prosperous, and dynamic cities. Now it will be just another communist-run city where its peopl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party elite's whims.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日嘛共聲譴責港版國安法，同一天美國眾議院嘛無異議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將會對支持中國損害香港自治的個人也是實體實施制裁。但參眾兩院伫咧版本文字達成共識，就會當送交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實施。記者林浩如整理報道。咱咧，来關心國外的消息。進前美國因為黑人爭取權利的社會運動，地區反對政府的團體去伫咧華盛頓州海邊的西雅圖這個大城市內面佔地為王，河谷就條街起來，畫出一片國會山莊自治區。這大範圍內治安問題是真嚴重，昨警方嘛開始清場，上無已經掠31個人起來查辦。西雅圖警方一直向前，示威者一面發聲，一面想要反擊。嚴過無法度，也一直向後邊退。這場行動自透早5點開始，
大約7點了，大部分的民眾都已經離開。People were in their tents and they were sleeping, and to see them actually like drag people out their tents and whatnot, it's crazy to me because people were just actually being here peacefully. But I also can understand why they're here because of the violence. We didn't see much force. It looked like some pepper spray was used. But to be honest, the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basically reclaimed the precinct in less than 30 minutes. 警方的清場任務是在西雅圖市長珍妮杜爾坎宣布所謂的國會山莊自治區佔領行動是非法集會了開始。尤其在這段期間，當地發生4件槍擊案。造成2名青少年死亡。The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and repeated gun violence, it was clear that many individuals would not leave, and that the impacts to the community could not be reduced, and public safety could not be improved until they did leave. 美國總統川普把指控西雅圖所謂的自治區，目光是反政府組織 Antifa 所主導，而持火的態度太過冷靜，也講要派國民兵到香港清場。這邊杜爾坎講，緊急行政命令是考慮了司法部加川普無關係。美國白宮對清場行動表示懊惱，也講自治區被拆除，代表西雅圖總算得到解放。記者綜合報導。之前，在美國政府捌擔當過國家安全顧問的莊寶騰，近來因為寫冊惹出雷暴，造成風波不斷。當伊閣講有意要來咱台灣訪問，咱外交部嘛表示會經過駐在美國的官員先去致接。另外，因為中國口說咱和非洲的索馬里蘭迄國互相設代表處，外交部嘛表示講，這就好親像咱咧食米粉，人咧化燒咧。美國前白宮國安顧問普頓最近發表回憶錄，其中更加是講到台灣議題。蔡伊接受媒體訪問時，更加表示原本春天有訪問台灣的計劃，即馬被疫情拍亂，希望了後會當再次訪問台灣，甲總統蔡英文談朋友會面，聽看賣啊台灣內部想法。普頓先生他相關的規劃跟他的確切的想法，那這一方面呢，如果他有這方面想法，相信我們駐美國代表處會跟他們取得這個聯繫啊。普頓過去把以無共的身份訪台，伊向主張友台立場，也毋過美國在9月就要舉行總統大選。外交部佇普頓議題上回答現地保守。另外，咱國甲索馬里蘭將要互設代表處，也毋過因為索馬里蘭並無被國際承認，也無邦交國。國民黨批評是大內宣。中國官方媒體更加以好好為題來口說，講兩個無被承認的國家互相孤守。我想對他們的酸葡萄的心理以及他們這樣的外交的一個做法我們感到相當的遺憾。它是一個確確實實的一個民主自由國家，而且那一邊跟其他國家不一樣，那邊沒有海盜的問題。外交部表示，咱國甲索馬里蘭佇社群上互動真熱，目前也有 NGO 佇防疫上提供協助，甚至送白米甲喙罨過去。面對外界質疑，甲索馬里蘭會當達成什麼款的互利，外交部也強調，雙國戰略位置重要，擴散經濟。上重要就是漁種豐富，魚這個獵不完，友台開發。記者綜合報導。再來講，交通部林佳龍部長喺 Facebook 頂頭公布講，台中捷運青石捷線要通大坑和彰化研究院已經通過，按算8月就要開始初步勘查的作業。台中市交通局嘛表示講，行政院核准了後，因會趕緊加速辦理。還有大坑和彰化這地方的頭人嘛講真歡喜，佫真期待。台中北屯區和平里、和平公園都是未來捷運綠線延伸大坑的車站預定地點，無論是要去爬山還是休閒消費，攏真方便。如果捷運來要往來爬山的登山客塞車的機會就少了。要用接駁車嘛，接到我們舊社去做，就要趕快輸出。地方上對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到大坑，期待又佫驚受傷害。還有台中市政府要做好路網的規劃，兼顧在地商圈的發展。交通部長林佳龍7月1號佇臉書面頂公布，交通部已經通過台中捷運綠線延伸台中大坑甲北彰化可行性的研究，預計佇8月就會進行初勘。台中市交通局長指出，都市計劃嘅環境評估攏毋是問題，嘛希望捷運綠線延伸解決大坑駕駛塞車的問題。綜合規劃的時候，可能就會涉及到某些的這個都市計劃要變更，那甚至到某些的這個區域，是不是有涉及到需要做這個環境影響評估？那未來當然有捷運進到金浦庫，在我們9號、10號步道的入口，那會有利於民眾未來的使用。
中华关的在地意见嘛是支持今麦的规划方向，但是对北中华是毋是会因为捷运绿线延伸的交通连接，无倒来对抗大都市的磁吸效应，反倒是被边缘化。中华市长林世贤建议中华县政府公共建设甲都市计划要紧的来做。彰化未来整个交通运输有很大帮忙之外，我想彰化更要积极的去开发这个台化这个站区，还有这个彰化火车站的大车站计划避免这个台中的磁吸效应。交通部长林佳龙嘛伫脸书面顶表示，接落来协助台中市政府进行路网的整合，以路线终点金马通勤站规个连接高架化了的代替鹿港线的轻轨，变做是三铁共桥站，来达成中正30分钟上外宽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关心交通，交通部观光局统计讲，今年6月全国旅行社内底规模上介大，资本也有3000万迄款综合旅行社，比较正月时已经有20间无咧经营咯。总是林佳龙部长讲到这条代志有说明讲，要替旅游业消透困难，第3波的方案已经报去到行政院，按算紧接这个月就通起行了。虽然因为疫情减班休困，不过每个月依然爱开3000多万人次费用的5号旅行社，等袂到国境开放，准备要裁员。国内3000多间旅行社内面，半年来已经有20间资本额3000万的综合旅行社停业。并无协会讲，规模愈大的旅行社，这一边愈无法度动落去。他们的开销每个月动辄是上亿的经常性开销，包括人事，包括租金。透过裁员、缩减开销来生存的话，其实这个是他不得不的做法。乒乓协会讲，国内有90%拢是自由行，政府虽然有纾困，不过对大型甚至是上市上柜旅行社，每个月将近1亿管销费用，也是无法度经落去。说落来，倒店裁员拢是有可能。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认为，旅行社并无失业条加倒闭条，目前纾困3.0已经报告行政院，金额是130亿，会对业者继续纾困。那有一些转化还是会有困难哈，因为它的规模相当大啊，这时候我们还是会进行员工的薪资补贴。那对象有包括旅行业啊，那旅宿业啊，以及导游领队最主要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跟机场有关的相关的产业，在7月底之前。如果能够完成预算的程序，我们也可以以缓积极，先来拨用。交通部强调，只要有接受补助，就要做到无裁员的规定。纾困3.0计划打算伫咧7月完成行政程序，通过了会赶紧拨款，希望会当甲进行到6月底补助接起来，协助业者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武汉肺炎预防性研究又有重大进展。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讲，会将新型冠状病毒 DNA 基因型合成出来，则大量去培养开发预防车。这款过程比较别种技术，尚无仅有3个月。目前已经咧和民间的生物科技产业合作，打算年底就通开始进行人体试验了。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跌脱，疫苗的研发嘛当地进行当中。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会甲先期业者合作，以 DNA 疫苗来做开发的重点，预计今年底进入第1期的人体临床试验，上计明年下半年都有机会来上市。DNA 疫苗是最近几年在疫苗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平台。那特别是在应付紧急疫情的时候，它就可以凸显它快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的一个特性。郭伟仪表示，目前疫苗研发平台包括 DNA 疫苗、生态疫苗、定做病毒疫苗、甲次单元疫苗4种。若是使用 DNA 疫苗有快速生产的优势，研究人员以人工合成新冠病毒的 DNA 了后，地当透过大肠杆菌来大量培养制作疫苗。整体研发时间上少比其他疫苗研发近3个月，而且动物试验的结果嘛证实会当有效中和病毒的抗体。在我们的动物实验里面，我们也确实也发现说，它有能力让这个免疫反应趋向 Th1，所以呢，种种迹象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未来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到6月底为止，全球17支进入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当中，都有7支是包含 DNA 还是 RNA 的核酸疫苗，是所有疫苗种类的冠军。国卫院强调讲，会加速研发疫苗研发的进程，而且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生产能力，来确保未来咱台湾人拢有疫苗他主。
记者综合报道。总是自今年正月，国内出现头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了后，到今计共已经有448站病例。讲起来，咱和中国隔壁厝边，地动传染症竟然这么成功，无怪国际拢真赞叹。蔡英文总统讲这是所有台湾人的功劳。学者嘛咧分析讲，因为这边的团结，加强台湾国家的主体性。咱就赶紧来看公视台语台独家制作的新闻专题：后疫情新台湾。透早药局的门口排甲长落落，免2点钟，喙暗全部卖了了。疫情拄拖入来台湾的时阵，排喙暗是台湾人普遍的日常生活。为着防止疫情扩散，全台湾展开防疫大战。除了排喙暗，民众也拢配合中央无办大型的活动，也阁有一阵无名英雄忍受生活不便，全力配合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每一个台湾人拢尽全力配合政府，做上界坚强的防疫国家队。就算讲人民的生活有未少影响，看起来那亲像是危机，不过学者所看到一种希望和转机。在这3个月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其实这个疫情慢慢啊，嘛有予台湾有一个机会，咱全体人民啊，重新个用这种对抗一个敌人，还是讲这个病毒的这个过程当中，甲中国病毒拢甲伊算一个，我讲是相近的概念。啊，在这个对抗的这个概念当中，我感觉台湾的这个主体性就会走出来。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台湾人民的民族认同在咧疫情这段时间达到调查以来历史上悬，有8%的民众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学者也观察到，在咧防疫期间，政治斗争也减未少。我是感觉讲吼，这因为疫情，所以讲迄个算讲较无政治斗争，当然。唔是讲迄政治人物彼此都遐尼好，这个社会期待是讲啊，咱共同来针对这防疫，哦，所以讲因的期待算讲 constraint， 哦，或者政治人物牛头搭牛尾吼，这款的这个惯性吼，都较无。新的这种台湾主体性是无分族群的，但是我唔知影讲这个和谐气氛会当过偌久。这届防疫成功，让台湾人感觉骄傲，也强化台湾的主体性。不过，这份社会力要安怎延续，真做是台湾继续向前的力量。有学者建议政府要赶紧加强社会福利制度，打造更加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包括着健康保险，包括着这个长照等等，就是讲你互咱台湾其实的比较弱势，也是讲较年岁较大。老大人等等，因感觉讲因并无去这个社会排除，因拢去这个社会照顾着，安尼因就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真大的认同。认同了后，咱这个社会就会团结，所以社会安全伊会创造社会团结，啊，社会团结就是上坚强的民间的国防啦。比你买偌济迄个飞机、大炮拢更较好的一个国防，啊，人民怎啊团结，因拍袂赢啦。面对变化多端的两岸和国际情势，学者是拢毋忘，在咧防疫期间，真无简单形成一种无分党派团结的气势，会使保持，真做是台湾向前行坚强的力量。记者阿明经张水林昆明台北报道。国民若团结，事业就要拍拼做。去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总价值已经达到2.7兆的新台票。经济部发出讲，要拍拼推动台湾成做半导体先进制程中心，吸引愈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者的国际企业来投资，佮有增加国内业者和国外合作，尽量达成公元2030年半导体产业的总价值拼到5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敢若去年台湾半导体产业产值已经达到2.7兆新台票，是全世界第2名的关键地位。行政议会早起听经济部的报告了后，宣示政府会打造台湾成做亚洲高阶制造中心、半导体先进制程中心，带领产业来转型，伫咧世界变局当中会当抽到先机，改变形象。扶植国内的材料与设备上中下游的供应链。让材料供应能够在地化、技术自主化，而且让先进设备能够国产化，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组成完备的半导体产业聚落，抢占全球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根据经济部统计，2019年台湾半导体设备需求超达到5130亿，占全世界需求的28%。半导体材料的需求是达到新台币3306亿，嘛占全世界的22%。最近这几年，台湾半导体厂商包括台积电等等，投资超过2.72兆。政府若是建立更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主路，就会当借这个机会来请更较侪半导体设备、甲材料等等的外商来台湾投资，而且嘛扩大国内业者甲外商合作，达成2030年半导体产值5兆的目标。focus 在我们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领域，加上我们这个制造业的一个智慧制造以及比较高阶产品的一个生产上的一个更直接在这个生产面上的一个推动工作，是互相的一个互补跟连结在一起的。经济部强调讲，未来运用智慧科技来推动产业转型，对零组件制造、加向软硬体整合、系统输出，加做智慧解决方案提供者，而且发展创新应用的解决方案，加向各界制造业实现产业链的智慧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国会的消息，民进党的党团拍拼要伫咧今仔日临时会通过农田水利法三读。反对人士早起嘛招募一群农民踮立法院门口抗议，因表示讲水利会若改造做公务机关，会剥削农民的用水权。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讲，永早农田水利会多数拢也是地方派系咧把持，经过官派，农民用水的问题才会愈有公权力来保障。农民也被报条顶管下反对政府强制定向水利会纳入公务机关。初二早起，桃园、台中、彰化的地方水利会动员大约200外农民来立法院抗议。临时会会伫初二表决通过农产水利法的修法。自救会总会长黄金春批评蔡英文政府反背农民、牺牲农民，强调水利会运作已经有100年的历史，组织的结构是真完备。全国地方17个水利会真复杂，这支水利会改制亲像是剥削农民的水权。准讲水敢用，永远无通用啊！农民自己去掌握水门啦，还有清理水沟啦，还有水路啦。农委会你真的很混蛋。我一再的说，你以后如果在运作上停摆摊贩，就摊掉，你要负责吗？2018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农产水利会组织通则，明定农产水利会伫咧今年10月开始改制做公务机关。农产水利会草案当中有法源依据，会当将农产水利会改制做公务机关，组织改造做农产水利署。经过调研协商，针对农产水利事业作业基金的收入免定营业税，未来资产负债会由国家来承收。若是农产牵涉到原住民族区，卖回向中央原住民的主管机关。透过官派有一个制度性的这种程序之后，未来能够更加的保护农民的权益，而不是沦为地方派系的角力哦。今天我们会投票，因为这有涉及到所谓的释宪的问题。民进党团会拼伫咧初二甲农产水利法三读通过。党团强调讲，农产水利法的修法会改变过去的农产水利会是由地方的派系来控制情形，由官派来予地方的农产水利会有公权力的保障。不过，立院内部嘛传出有无共款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公园来讲地方，6月2日，台北市政府建筑工程管理处因准长咧去迄栋大巨蛋体育场建筑执照的变更，照看负责施工的远雄公司，连米就会当搁再动工咯。因为外界议论纷纷，本地国文体市长讲，今仔日就要针对这条代举办说明会，结果说临时搁发动点。随着透早大巨蛋工地大门拍开，门口的工人伫咧喷水降温，看起来敢若是要复工啊！掩过外界依然有质疑。台北市政府原本定初二由郭文铁亲自开记者会，掩过煞临时喊停。市府讲，尊重市议会伫咧初七要安排去看现场，才决定要延到后礼拜。掩过若是记者会延期被质疑，市议员也提出民众别个资料，讲远雄敢若又搁伫咧偷偷施工。伫巨蛋到旅馆办公楼之间，伫咧馆第2边的空谷里，也有看台帮的清洗作业。员工看得到，也会传给议员，议员也看到了，只有柯市府看不到。这个部分是属于防止地下层钢骨构造的锈蚀，属于那个地下室完整结构体工程的一部分。高压水枪在清洗那个巨蛋里面的观众席看台。这个部分也是属于环境维护的事项。
监管处赶紧澄清，阮乡也强调，施工项目拢是在17项维护工程，只是伫咧停工状况下，大巨蛋的软体已经慢慢完整。议员批评郭文铁讲，无法度提供施工日志，是因为 BOT 案件合约无要求，根本是讲白贼。也提出2019年的会议资料，讲阮乡本来就要提供施工状况，而且在4项公安进度表顶头写，所有的工项伫2017年12月就应该完工，为什么到这嘛？议员逐工拢有工程伫咧进行？是向工程的工进结束之后才进行的，所以后续我们又申请了许多的工项，那也是经过核准再来施作的。大巨蛋的争议无停，而且关系到市民的安全。议员要求郭文铁市长伫确定发建造进程，一定要讲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完来看高雄，今年4月，高雄海巡署接到线索，讲一只观光船用出澎钓鱼的名义去外海要载毒品。大埔的警员一个出动包围，迄只船帅因为载了伤重，伫咧海面冰船，船肚内嘛确实查到761公斤、市价30亿的毒品伫现，计共10个嫌疑犯即时抓起来问罪，佮2个还佫伫咧通缉当中。海巡人员接到线报，有一台加工要钓鱼对高雄港出海的观光游艇，为公海接运大量的毒品，特别倒来屏东，赶紧沿着船只的路线前往抓人，真正就发现这台观光船，不过观光船含毒品做伙冰伫海面上，陆陆续续取出了761公斤的一个安非他命，还有 K 他命。2、3级毒品，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是以一次用量是0.25公克啊，足足可以毒害全台湾300多万人口啊！观光船偷运大量的23级毒品，伫电视台顶面数量非常惊人，包括安非他命和 K 他命，总共有761公斤。警方初估市价有30亿。这台观光船是伫咧4月14号出发，18号要经过巴士海峡的路途中，因为载了伤侪毒品，无平均，佮加上海影上大冰船，观光船流到恒春后壁的外海才被吹到。我们掌握到它是一艘运毒的船只，所以我们以救难之名掩护，因为主要是我们要溯源，我们不是只有查到毒品而已，运用我们数位财政的技巧，好，以及就是相关我们动用很多人力来逐步的查获我们整个集团。这边海巡署和内政部警政署联合高雄、屏东的警察局做伙出动，抓到12名涉案中的其中的10个人，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他2名搁咧通缉。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来关心地方的消息，对3月开始，真侪外庄的民众都拢会入去台南的玉井区，因为要食山仔是愈来愈着时。但玉井的农会嘛趁晓热，聘请将近50个大学生落去市场斗野山仔、斗经费。这个同学嘛讲，虽然市场内无冷气，不过踮故乡就通做实趁所费，阁会当顺续了解地方的产业，众人嘛感觉真欢喜。玉井农会一回市场内面，员工当日无用经过，但详细看，煞有几个真有气的面。原来是大学生暑假的打工，来到这趁学费。不过现在是7月的大热天，市场内面无冷气，只有地风，每一个人是拢流真侪汗，但是伊嘛袂感觉辛苦，还好。虽然说没人细吹，但我觉得就是很快乐，因为都有认识的人可以一起做，所以就还不错。其实没有到很了解，但是来到这里的话，就是让我更了解我们故乡的芒果。很喜欢外语，所以说有跟外国人做一些简单的沟通，知道他们对我们芒果是非常憧憬，而且很喜欢我们芒果的香气，所以我为芒果感到骄傲。今年对3月开始，玉井的山仔就开始产出。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学是延后放假，农会提供的暑期工读是烦恼出现无能力的状况。好佳在有袂少的高中生毕业要升大学，拄好来打工。农会除了提供因机会，嘛互伊会当深入认识家乡的产业。暑假互伊有一个打工的机会，兼伊会当认识讲，咱即个玉井遮所有因兜的家庭嘛有种一寡水果的，会当认识这个产业，将来无定伊嘛有迄个志向讲啊，我要倒来承接阮爸爸妈妈的迄种以前做水果的传统，这嘛是一个机会啦，农会请的人大约有50个，对山区的囡仔来讲，唔免出去外口打工，阁会使省下伫外口租厝以及交通的费用，家长嘛较放心，嘛会使体验爸母种山仔的辛苦。而这工作生虽然搁咧合适，但是嘛希望会当加看加合适，融入去大学所学，以后有机会倒来故乡为山仔的产业付出家己的能力。记者郑混达报道。
再来看外岛金门金城镇小西门遮有一片田园，顶站啊，农民伫咧土地刷去掘到3地军方报废的海淀池。当然，就惊讲重金属的损害土质，唔敢搁再建造。上知影这件代志通报县府和金门防卫指挥部了后，证人却拢无赶紧要负责处理，但是互地主感觉真不满。 地主凊彩一挖，就会使看到红土内底带真侪大大细细的废弃物。在地乡亲讲，这拢是英国驻军带伫遮的废电池和医疗粪扫。这地点吼，较早是徛一个卫生牌啊，所以即阵伊的废弃物吼，毋是仅有这电池尔啦，伊的伊。 这阵就是卫生牌咧拍迄款个电池的迄款个药注射筒，注射筒。啊，这发现差不多有这敢有10桶以上，10几桶那种。啊，当时发现的？差不多4个月前。4个月前。迄阵阮后生无只怪手着啊，偷偷咧整理的时候发现。英国金门10万驻军所留落来即寡粪扫，毋若无经过地主的同意，就四界乱拼。 阁有可能会影响土壤和地下水质。重金属残留，残留。后摆这拢袂做。地主讲，之前有透过里长甲县府反映，毋过却无得到回应。环保局后来才讲，烦恼会有盐、水银即寡重金属的污染，已经要求暂时先卖种农作物，也会继续和金门防卫指挥部协调，毋望量早解决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高科技有影是出名全世界。今年4月，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所已经开发出新一代 AI 人工智慧的演算法，要侦测、追踪、甲判断对象，拢比永早搁较紧，嘛搁较准。尤其这款新技术，搁拢免费开放，互人自由应用伫咧计算车阵制少，甲人的五官定位种种，通讲是世界性的新工具。咱嘛做伙来看卖。 伫咧车阵内底，毋管是大台车也是小台车，全部拢互系统侦测而且追踪。对停单车列到车速，所有的交通参数毋免传登去网络，就会当运算。路口安的智慧车流系统就会当直接分析。我们可以去看说，到底在哪些时段这些路口会有拥塞的情形发生？那究竟是从哪一个路口到哪些路口，它会需要做一些优化或调整？ 分析车流的趋势，进一步即时控制车红灯。这套智慧车流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中经院资讯所长廖宏源团队受到宜良电子委托的。过程当中，博士后的研究员王建尧，加上俄罗斯的学者博科夫斯基开发的 YOLO 演算法，今年4月完成新一代 YOLO V4 演算法，是目前世界上上解紧、上解准的物件侦测演算法。它的速度又非常的快，所以它可以延伸到各个领域去。 比如说在瑕疵检测啊，或者是在显微镜下的快速运动的物件的侦测。无需要网络分段，运算的设备嘛免几600万，避免网络传输的运输风险。YOLO V4 演算法4月免费开放原始码了后，全世界已经几600万人，有100-200种的测试运用。中研院强调，这是产业学界甲研究合作推出的世界级工具，嘛是台湾伫咧人工智慧的领域强大的能量。记者综合报道。 武汉肺炎拖甲遮严重，对做小麦的头路更加是大影响。毋但中研院工业技术研究院这边嘛真进步，当然已经和便利商店的业者合作，设计出国内头一间免人顾、简单体、智慧型无人商店，其中佮结合真侪先进的感应技术，就是要店内毋要设人员来负责接招，人客也通轻松啊买。 用手机扫 QR code 了，直接入去商店买物件，为开始到结束完全唔免靠店员，直接完成动作，不但方便，更会使省落来排队计销的时间。是在拿取的过程中，它会自动能够辨识我拿了什么东西，实在是非常的方便。当你在这里拿取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辨识出说，哪个商品被拿取了。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对于你的追踪的位置，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商品是哪个人被拿的。 较过去无人商店上大无同的所在，伫头壳顶甲放商品的架仔顶悬，这一粒搁一粒的感测器，侦测到人的身形，只为架仔顶悬摕了什么商品，系统马上就会知影。
它在偏乡方面呢，这部件呢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导入比较少人，甚至最后无人的这种技术的话，我们可以使得这个便利商店的普及率可以更高。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取智慧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去了解消费者在各个时段各种不同的一个消费模式，然后去进行技术上面的一个调整。武汉肺炎疫情，和国内的零售业面对着不少的冲击。看准这点，工研院甲超商签约合作，要建设着全台湾第一间的智慧商店，运用科技来挑战后疫情时代的新生活模式。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因为顶阵民众减少去餐厅食食，连带农产品的饲草嘛严重受到打击。加在今年2月，农委会就开始鼓舞民众经过网络的系统来采买农产品，买500就送50。到6月底，这条业绩已经超过4亿5千万。农委会嘛决定要继续加强，到年底进前买500拢送100，望要尽量协助农渔业转型去用网络买卖。要让消费者买了安心，电商平台卖国产的牛肉，直接到牧场翕饲养的环境，加肉片产制的细节，互消费者看。牧场主人陈建良是饲牛专家，不过原本肉拢卖到餐厅，所以因为疫情生意大落八成，即马转向网购的通路，才慢慢找回来生机。把一些业绩稍微有补救一点回来，所以这些网络上采购上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媒合跟一些习惯的养成。需要透过电商平台求生存的，还有金泉旺来，屏东一间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旺来，原本9成外销中国，即马差不多拢无啊，转向甲中华邮政网购来合作，连唔捌电脑的老农民拢会当做伙参加。年老的农民他做得了吗？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还是跟他们，就我们会帮助他们收他们的货，那一起统一就是帮他出。今年年初，因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农产品销售无好。迄时阵，农委会推出伫电商平台买500块送50的优惠，原本预期3亿的业绩冲到4亿半，比过去成长10倍到20倍。想袂到拍开农产品的电商通路，所以2号个加码推出到年底，网购500块送100块的活动，希望佮创造10亿的业绩。记者李王德心台北报道。来关心台语文的大消息，世界真出名的文学作品出版到今有70几年的《小王子》这本书，已经翻译做300多种语言。总是来到去年也用台语文所翻译的《小王子》发表出来，尤其出版社嘛真功夫，佮邀请专人录音，一字一句读出来，互热爱小王子才济读者嘛通用过听。所有大人嘛拢做过囡仔。不过真少人会记得。这是《小王子》的经典文句之一，翻译者是住伫香港的台湾人蔡雅晶。因为无意中发现朋友翻译的广东话版，互伊决定要将《小王子》为法文直接翻做台语。但是并无台语文基础的蔡雅晶，要翻译进前爱先学晓台语文。我感觉上困难的，就是唔知安怎讲，无就是讲知影安怎讲，唔知影安怎写，这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感觉较上困难的所在。为学习台文开始到翻译完成，蔡雅晶用2年的时间，后续出版社嘛用年外的时间修订。众人合作完成的台语版《小王子》，到今已经第4刷，卖出这么好的成绩，其实嘛代表台语文的阅读环境愈来愈好。所以台语文的出版品若是卖500本、1000本，就代表讲愈来愈侪读者是有接受到台语文较正版的观念，吼，较正式的教育的观念，有法度来读这类的出版品。若是读者愈来愈侪，就代表讲台语文的环境实际上是愈来愈好，愈来愈侪人有完整的台语文的能力，会当来阅读传承咱的母语，这是一件最好的代志。语言唔但爱讲，嘛爱会当写。蔡雅晶希望这本册会当做一个示范，互大家熟悉台文的水。我当然是希望讲这本册会当起到一个敢若示范的作用，就
就是算讲会使鼓励真侪人。其实台语毋是会使讲尔，嘛是会使写，嘛是会使写真优美的物件。会当用一个语言翻译甲创作，除了是认同语言的价值，嘛定义互语言新的生命。创阿晶嘛讲到，每一种语言拢有家己特有的民间智慧、历史典故甲文化传承。除了生活中爱讲，嘛爱靠文字记录，才会当真正的保存。记者杨淑晴、张玉水采访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台湾话即马愈来愈普遍化，有人咧写文章，甚至世界出名真侪文学作品，人拢翻译入来。你像讲《悲惨世界》，也是《小王子》，即马拢有册印出来。毋过你敢知？你敢知讲50-60年前，就有真侪出名的世界文学，经过台湾的电影，经过台湾的歌谣、台语歌。改编予台湾人听的感动，这嘛是早前的文学作品呢。国珍今日来介绍一部《金色夜车》。永早来看台语电影，这老辈相信讲电影你捌看过，甚至主题歌文学所主唱的《金色夜车》，你嘛捌听过。歌词安怎样写？见面头一拍，歌词讲月光的海边要来散步，文雄甲阿辉的双人影，两人的相见面到今日，两人的感情也到今日。是啦，这部《金色夜车》的小说是日本最出名的文学作品。头一遍发表是1897年，就是离这当阵将近100几年前。作家Ozaki Koyo， 迄当阵是伫报纸顶头一天伫咧连载。这个剧情造成偌济日本人感动，你敢知？剧情内底写讲，男女2个人要分开，就是去到烈海的海边。迄个女方，迄个女主角，就是头拄啊歌词内底讲的阿辉。那日本的小说原底是讲做阿强，日本名，男主角叫做冠一。阿强要去嫁有钱人，实在讲这个冠一真唔愿。结果目睭金金看到爱玲要走，爱玲甲伊苦再三伫咧哀求，伊也半点都无受打动。毋则伊大声伫咧喊话讲：你这个无情的人走啦！伫咧烈海的海边，小说这一幕，深更月亮照着海面。同款到当你若去到日本烈海，啊，佮看到这2个人，阿强甲冠一特别雕出来迄款动相，就是要游客去遐看现场的金色夜车一种的纪念。但是台湾版改名做文雄甲阿辉，见面过来歌词安怎样讲？讲文雄是当堂的男子汉，虽然是无钱也有志气，怎样会用伊的所爱人换金钱做着伊留学费？是啦，文学老师这条金色夜车。虽然歌词短无几句，不过内底口碑是讲真济，尤其一拍互人真感动的字句，伊就亲像当时日本原版文学作品《金色夜车》内底所写的，管理就是对阿强讲咱怎样？讲1年后、5年后、10年后，请你来看天顶的月亮，一定会互伊来打蒙雾，用我的目屎来打蒙雾。我拉去可有一生，到伊目睭刻落去的。这部金色夜车，故事写也未收煞，因为人客实在太拥护咧，连续搁再连续，续集搁再续集，到落尾，人嘛无法度去理解讲，阿强嫁好野人了后反悔，伊甲冠一是毋是2个人感情会当搁再复回？只有冠一的怨叹流传至今。1年后、5年后、10年后，请你来看天顶的月亮，一定会用我的目屎来打蒙雾。相信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啦。过来。咱赶紧来关心婚姻观的消息。婚姻观政府宣布讲，领先全国设计出一张智慧型的卡片，无论学生囡仔还是厝人的时代，若先夹这张卡片，亲人就会当知影你人伫倒位。尤其是内底，甚至阁有拯救援助的功能。若是有临时惊碰见的时代，要救命就真好用。不管是协会还是这张学生证，都一定设置智慧真谛的天伦地加卡，会当借由定位技术。互亲人透过来知影目前使用这个位置，为了校园的学生和社区的长辈，会当有安全的社区生活。文管府结合智慧科技公司，要在大溪和高坑的水对村建立示范场域。我们把它整个感测网络都有建立起来，所以如果像有些在那种夏天农忙时节，可能工作太辛劳，身体一下子不舒服的时候，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SOS 按钮按下去，其实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被人家来协寻、来帮忙的这个机会。
负责建伫智慧社区安全网的人员表示，云林县是老人人口比例较悬的县市，佮加上真侪长辈平时拢家己咧厝，希望将智慧科技带入社区，互长辈赶乡会，学生抓到学生证，若无小心离开设定的范围，就会当第一时间来通报家属。透过智慧科技啦吼，咱的学生证，还是咱的乡会内底吼，拢总会当吼用这个天轮卡，那这个天轮卡甲设置落了吼，伊的 GPS 定位，咱的时段走去对，咱的囡仔走去对吼，伊安全性咱拢会当控制。文管府表示，为着要建立安心的校园和安全社区，目前在这两个示范场域中，中央路口村里长的办公室、学校和寺庙等等，拢已经建立智慧化的监测接收器，让学生和长辈拄到意外，买当离下求救功能来要求协助。如果推行的成效好，未来将推广到各乡镇的社区。记者为你报道。大人囡仔热天拢爱耍水，不过若伫咧海边去海堤擦到，是听甲袂晓讲。总是台东阿美族的原住民有传统急救的步数，就是用沙布顶日头拍甲烧烫烫的沙，还是石头落去捂，就会当较袂遐尼疼。总是医生嘛提醒讲，上好也是去病院急救有较好。日头正炎炎，台东海边常常看到民众伫咧耍水。阳光热天，如果拄好是溪伫咧断的季节，民众伫咧海内面若无水利，可能也会擦到，溪会会造成疼甲皮肤烂。定定落去海掠鱼的海花的阿美族人，因为许多人有一种互体擦到了减轻疼的方法，就是用海沙保护日头拍甲烧滚滚的沙甲石头捂掉的。我们皮肤磨到热热的时候然后就又下海去给它把那个沙洗掉，就慢慢会恢复，慢慢好了。盐果也唔是所有体拢有效，这就是和毒性正强的双毛水母擦到，一定要去看医生。医生讲，虽然烧烫烫的沙石会破坏毒性，较袂遐疼，盐果空是有可能会感染，也是去看医生。我们不晓得本身的患者受伤的人，他对这个毒性蛋白的反应呢的程度到哪里？那谁是最严重？可能就是休克死掉。医生讲，若是互体擦到，去看医生的半路会当先挖温水，较袂遐疼。不过千万唔通抹药膏，以免造成伫咧处理的时阵困难，而且有可能造成空水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公园来讲，屏东县潮州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县城古迹凋林宫，因为起庙时也无通请建筑使用执照，当然就无门牌。到这当阵，凋林宫则照文化资产保护法的法律去请到这个已经等111年的门牌了。众人甲红布捡落来，屏东县潮州镇三级古迹凋林宫，伫咧起庙111年了后，即阵总算有家己的门牌啊！凋林宫的董事长是真感动，伊讲即马宫若要收批，就免搁再用隔壁邻家厝的地址啊！足感谢伊这47年来无偿的就咱来使用，若无即个门牌，咱的保存登记，咱建筑物的保存登记，无法度通办理。这间起伫咧潮州镇树林里的凋林宫，主神是拜天上圣母。当时伫咧起庙的时，是伫咧日治时期，迄当阵也无建筑法，无通请建筑使用的执照。宫怎无法度向户政单位请门牌？毋若有产权的记录，也袂使办建筑物保存登记和申报清庙埕的作业。即阵伫咧潮州镇公所的协助之下，凋林宫是用文字保存法内底鉴定古迹无受到建筑法约束这项法条，才顺利请到门牌。董事长率领他们的董监事到行政部门到公所来跟代表会主席我们研议以后协助他们才完成今天我们那个门牌的设置。100年的古迹，等了100年才等到这块门牌。凋林宫的董事长讲，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望未来咧杀宫内底的事务也会使更加顺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左镇有一笪失智症服务关怀的地所。或者同心学育小学堂，这专门针对有失智的长辈设计课程，唔但看顾时大，嘛要互照顾因的亲人，会当来小休喘一下。今年遐恁兜隔壁遐敢是嘛有种芒果？阿公阿
妈坐做伙，有的搭叶啊，有的斗擦色，斗阵创作。台南市左镇区的一间号做东心学业小学堂，设置前的服务据点，专门设计课程，互设置的长辈，互因有机会加接受一寡刺激，也互照顾因的亲人，通好休喘。足欢喜的，就咱上帝甲我照顾啊，足好势，拢无安那呢。真正呀！关于他们的记忆、他们的生活，然后去堆叠出来他们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个生活经验。东兴学业小学堂表示，左镇区是台南市老人人口比例上侪的所在，而且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左镇区差不多就有160外个失智症的长辈。但据点成立1年以来，已经服务超过3500人次。据点望继续推广失智相关的知识。透过我们这里的活动，认知促进啊，然后延缓失能啊，还有就是怀旧料理啊，或者是趣味桌游，或者是益智体能的部分呢，提升他们在记忆的一个部分，然后延缓他们失智还有身体的一些老化。东兴学业小学堂希望经过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将失智拖慢，也加强得病的长辈因的表达能力、甲体力，增加患者的自信。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相关，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4度。金马、澎湖28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前几天甲朋友冤家，心情有淡薄仔艰苦，真歹势。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吃亏汉字写作吃亏，罗马字写作可以吃，可为亏。吃入声第4调。亏第1调，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可怜啊的意思。早前常常在用，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真无彩。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若无人用，这真正是可怜啊。甲伤心、吃亏意思差不多的，佫有怨气、气心、懊恼。忧愁、郁卒、苦楚、心酸等等，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词，才有人讲，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台语电影内面，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怨气、气心拢是心情无好。不过，这两个词较有，拢是你啦，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生活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咧烦恼，大家拢会心糟糟，足无快活。若苦楚甲心酸吼，迄种感觉较强，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亲像人讲，我君离开千里远，明日思君心酸酸，迄种苦楚
甲心酸。人讲好花难得成双对，身边无伴伊就上吃亏。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有人做伴，毋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无遐尼可怜啦。留吃亏，怨切，切心，懊恼，郁卒，苦楚，心酸。人的心情有好有歹，真正常。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嘛无要紧。当有气来的时，爱记得振作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